农历5月初1的时阵是咱大众爷的生日，啊，阮就有这个老景，啊，搁有这个出巡嘛，吼，啊，这个出巡的时阵呢，其实是咱新增大拜拜，对啊。有足侪物件会使看，但是有一个足有代表性的物件，就是咱的姜公饼。姜公饼。伫个新庄，就伫个老景的时阵，拢一定会看到。不管是这七爷八爷啊，还是讲阮新庄的观众秀啊，还是讲这个是阮新庄的营养师，嘿，啊，所以就有足侪这个姜公饼会使看到。啊，庙的嘛会准备足侪姜公饼。这无啦，这是烧烂，这就是这是咧烧烂的，外口咧行烧，伊会安尼，我食一个啊。伊会安尼。对，啊，若拄着老哦，你讲这地就是啊。嘿，对，这是大地。伊的大地我会洗地。嘿，你会洗地。啊，这较好分啊，拔起来就会使分恁啊。哦。嘿，互动性很好。来，你也分解。哦。哦，来哦，这个囡仔有乖无？有哦，来哦。多谢你，多谢我们到台湾的古早时阵的贝果，还是多难。哎，真的呢。嘿，对。